今天早上8点许，在本辖有一起救护案件，消防车到了现场，在救护的时候，有一名窃嫌经过发现救护车上没有人，就趁机摸走消防车上面的行车记录器。在离开的时候，消防队人发现行车记录器不见了，也来本所报案。刚好适逢本辖南平路有一起机车路倒案件。同仁前往处理的时候，发现该名男子带回来做基本资料的时候，消防队同仁眼尖发现就是这一名偷了他们的救护车的行车记录器。虽然该名犯嫌矢口否认，但是我们还是在他的所骑的机车置物箱里面发现救护车的行车记录器。我们将全案用窃盗现行的部分将它移送。